不為你做些打算。近日，寡人心裡糾結得很，總想到萬一沒有寡人的庇護，如何才可以讓你們安妥無恙？大王春秋盛年，何苦要說這樣的話？告訴寡人，你还想去巴蜀吗？大王，這是何意？寡人虧欠你和继兒，這次就是要讓你放心。人老了，手慢了，继儿的这件新衣总算是赶做出来了，上巳节可以穿了。姑姑也真是的，我们說替姑姑做，可是她就是不肯。姑姑还能給繼兒做多少？你們將來有的是機會。哎呀，忙着做新衣，那薺菜花還沒來得及去採摘呢。香兒、慧兒，一會兒帶些人去，多採些回來。八子說晚了，這2日我和香兒已經採回來不少了，打算讓人放在枕頭和褥子下面，保證讓八子和公子季睡得香甜。3月3上巳節，王后這次興致特別好，親自操辦過節。今年祭祀高梅，臨水服卵，一定比往年熱鬧。去年宮裡服卵，我眼見宮裡往池塘裡放了不少煮熟的雞蛋，可我卻一個也沒有拾到。大王，坐。战报看到了吗？司馬错帶兵伐蜀，進展順利。臣弟也是剛剛得知。明日是上巳節，你有什麼打算？怎麼，王兄也準備下河洗澡？那下河洗澡的事情就留給宮裡的公子們去做吧。不過寡人還記得兒時上巳節的情形。有一次，寡人和你們一起去涇河沐浴，辟邪驅瘟，沒想到一下河，新衣就被河水沖走了。結果你站在河岸邊，哇哇地哭。此後，父王就命人在宮中修建專為公子公主們驅災辟邪沐浴之地，免得有人再光着身子回宮了。王兄，既然收復蜀國有望，那新任蜀侯應盡早定下。你有合適的人選嗎？宮中未分封的公子中，公子通年紀較大，他為人寬厚老實，做事穩妥，可作為候選者之一。公子通性情內斂，其母凡常時膽小怕事，缺乏主張。那大王心中一定是有人了。你曾經向我推薦過他，忘了嗎？那邊呢？
定会很好吃的。母亲出门时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，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是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公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淺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走，东哥哥，放下来！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你别走！当心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来！放下来！走，放开我！带进来。是。放下来！放下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杨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說了算。如今我當上了，怎麼看着眼紅？當上太子又怎樣？我不僅當了太子，還娶了宜公主。說到這個，想必讓你痛不欲生吧？就憑你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討嫌鬼，竟然對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。